最近名家欣赏名头，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名家名头。我是上海平台头的高博文。为了庆祝上海平台头建头60周年，我以名家名头栏目精心制作了5集台视流派专辑。今朝呢，我们想一起来欣赏杨蝶和杨振勇的这个台视杨派艺术。一人你曰招摇山逃，安如何不罪你多不了。林松松上山啊，乐是对棍棒挺胸当怕什么吼吼报二背响一声声鸟雀寻了骚，莫非是春儿上不得谁他杨振勇先生据说在父亲杨炳奎和在苗金凤的大红吧，11岁上台与父亲拼打一场。到上世纪40年代，正当青年时代的杨振勇，目睹实看清华种种败因，甚至落于挨打的道理。你回顾中华历史，让开元之时的大唐盛世，东瀛三国每年也得中华来18，而今却如此嚣张，欺负中国。你是悉心改编创作了上篇上升的，经过10年磨练，终于让上海一炮当响，红遍时代。1949年，与费一位合作编译了上篇台词《附送》。节目为片。风
心里是许了青丝之心，开。起身为风，即使情不熟，好弟兄，怎么是傻帽英勇的不懂？一个儿为人风，一个儿四车一个儿刚强后，一个儿本是公。你们后真相是亲的兄，说是当铁车之男子，若日临风气给红，世间下雨的海阴涌，大浪子鸡胸都被容易吹，阿不偶言我两个不到被人能之下被人封。老子是做啥也真是挂不了，这真是万风吹落了如阳波，老酒气上坡这风公，怒喊恨那怒恨杀责人长大后，都送我终身恨风中，他把我比家将浑身热，是因母心太凶，害得我一生呼吸真闭神空。谁是这个对面的老实害我？唉，这一想，该是想你了。是一阵子，莫一阵子，假期在即，假球在球，那很有啥个用场呢？今朝考气气，说是第一次碰头哦，我最美口里有声抬起，说不要动气噶。当时我让冬夜里咯，记着天地良心啊，我欢迎啊来不及。我男人没分家上，这个说是该着噶，想得个他们啊，叔叔，嫂嫂，叔叔来。
见识。历经阳光当后烈气功，为民是黑真好黑。好，脑筋里骊山一问用。杨蝶的唱腔特别有活的。但是杨振勇先生呢，他酷爱昆曲，曾经得到昆曲大师俞振飞、徐凌云的指点，并且拜俞振飞为师。各位呢，利用昆曲的唱腔融入到了台视的旋律当中，创造了别具一格的台视流派杨蝶。杨蝶唱腔有极强的表现力，高亢时刚劲挺拔，杀破惊天；威武时一唱三台，细流九九。杨振勇先生也拿昆曲的表演手段运用到了平台的表演当中，塑造角色身带情趣，富也不能。1954年，杨振勇先生加入了上海平台团，与那个本地杨振义先生拼档，以及唱腔特殊、角色的鲜活、合作的默契、艺术的缜密，杨上当可以讲驰骋江南，名扬天下。好兄弟呀，可不可是干吧？从今朝起，我每天练了4次叫米郎等你好兄弟这，带你到狮子路去吃他3杯。好兄弟啊，哥哥，吃侬给，吃侬的，吃侬给，吃侬的，吃侬给，吃侬吃侬的，要靠近谁？要靠近敌手你。奉公拆起，回来的民内为应之上。做教的尚须太日泪到泪两行，我奉祭相留同德山，你在家中，我总是开眼。
悲戚，今朝没别后日见，我待与你相吹，早日住家乡。却是我们为房子斗的弟兄道理要我咋分开？人口斗的不当给我个好兄弟呀！你莫再不要把公车当公啊！老爷，我此去只道两座远，你须履来，你悲伤。归来一句好话家山，不告必后人里，你是老几？哥哥好兄弟呀，哥哥。那个据说了子路这鼻子哇，唉，为啥了要得干能跟到不得送佛你？公公吧，好兄弟呀，并不是按风儿，朗朗滔滔，只为嫂嫂，因为是太荒唐。作为确认样式，在几个平台。主要是色、血、带、苍，角色呢是不大讲究，演员基本上侪是坐辣椅子上向表演。我称之为素苍平色。但是自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平台进入上海，让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当中，一批才艺创新的平台改革先驱，开始吸取话剧、京昆、文明戏的多种表演手法。丰富了平台所在人物的水度，用形体、面风、表情、睡眠、声音的变化来起各种角色。所以让热血弹唱后头也加上一个“艺”字。杨振勇先生这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你能够起大明王，还能起李太白，能起张生，还能起蔡英文，能起傅松，还能起西门庆。而且每一个角色侪是生龙活铁，栩栩如生。西门庆，啪啪，夫君你好，刚才是谁做对牢去当通知你？总得讲你发脾气，就说为何不发脾气而对着自家的老口？哈哈，不虚此言啊！哎呀，搿件生活会得是看样子好，非得分吃着口头，我讲上着地头，好看个妙哇！女儿，理想是教授。野蛙，这吉他和小和手，吃不住。对的我魂飞。私下功夫是
早是龙子金无义，分明于日要把我累。上于某对花下死，我终日走归也风雨，我要你花人才把情能推。并队当中的神调啊，是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的前辈艺人陈玉琪老先生所唱的。李是从昆曲的唱腔当中演化而来，带有苍凉悲怆的特点，故而被并队艺人用作老生或者老代的唱腔。而杨振勇先生呢，利用神调进行了改造，经过改造之后啊，用作勇猛扶桑的唱腔。那让扶松杀青这一位书当中，你的演唱表现的慷慨激昂、浩然非常，极大的丰富了神调唱腔的表现力。西门庆啊，西门庆人，王家官法能包庇你西门庆，按风和这去，刚到。少不了你西门庆，英雄弄我去从不要呀恨好事真难去鬼神花真凶非是虚伪报如何啊杀不了西门非和老你是什么眼兄称什么讲西门庆啊，哪怕你东剑铁骨按风儿这去钢刀也有斩剑夺骨，要把你一刀一刀刀击血，方求心腿之恨的。安定军队，昔日这样大梦轰西门庆啊！难道你西门的本领比梦后强？我非要你对对
我非要拿那个头给来把那阿哥个林带郎大喝声背长长胸襟，哪怕你勾结婚了家，这里打。安情友杀人人，上面的一红帆，我真叫杀那西门庆，杀不他呢！我扶松要把那西门庆杀他，我随时杀他呢！我扶松要把那王法杀他，俺不儿报了必死之心，非杀你西门庆不可。是死是归扶送去，安一生，昨日一生能当安天人，无何哪怕一名抵一名，谁非报不可。花开大步上起走，天生的。过节子不两枪，出过了大街，绕过了小弯巷，嘿，到不了，到狮子桥好对更凤凰。193年，杨振勇先生把王以后先生为师，活在西厢记，并一度与王先生拼打。杨振勇老师学会了西厢唱片之后在不断进行修改、加工、丰富和提高，使这部唱片序幕熠熠生辉、光彩夺目。那个表演呢，从勇猛厚白的扶松一概而成纤细婉约、儿女欣赏的才子佳人风格。神迹良医金分天下百人来不来配到家去与不计家人啊，小姐累到你于是天雷大地沟荒木不足心给人民是水尽了对是恶力积极说爱，唉，这几个哥哥，这是真山家水，上高山啊，刚吃
弄出分量一个头，忙到花园里面一来复议，后来约人去心人一片美被不来啊！哎呀呀呀呀！风龙诸神能知道金杯香，哎呀呀呀呀！月日花艳，你是月人来不来啊？这就不干。下江山尽是真，一来心怀没看开我终日七杀一能给。余蝶是清朝嘉庆大光年间的随班代词艺人余秀山先生所唱的。你呢，不同于一般的诗调，只用真嗓演唱，而是用真假嗓结的唱法，丰富了代词唱腔的音乐性。那上世纪30年代，也经过朱家生先生等一批老艺人对其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使余蝶更加悦耳动听，赋予表现力。而杨振勇先生呢，在这个基础上下，也赋予了余蝶明显的个人色彩，加强了气色灯口的运用，被称为杨余蝶。在思想当中留下了很多杨余蝶的佳作。现在吹出来，一滴滴
吹出来，随国家一人4米10重南门。我就看见新街郎背背低低低低背背，目睛泪痕是难以分辨。那张生写个封信，我虽然发立了在身边，但是我看见这张信纸，我想象得出那写信是哪个真正写的。一定是挥泪人世，一字一泪披荆马。这封信还是写给我个家，那因为带队啊的风湿上文写字，上文我就不叫上文，我叫英英咯，不是写给我个，不是写给我那送给我流浪呢。哦，明白了。下帮我给，哦哎，我叫英英呀，英英呢，上头个英，下头个英，身上的文字，所以叫上文。上文在即英英也，张生啊，聪明。这第个封信是被用到落了本人手里，坚持到我有关我一生名字，那么当杀一个名字上文。英英考啊，从今日以上文4句，所以这封信啊，写信的人聪明啊，看信的人还聪明，那李教啊。你要是这写信的人聪明啊，看信的人笨啊。上文没得无法对敌，台湾有次我那过10万，再看我去哟。人生多个娘拉我个婚，
有啥个办法呢？父母之命嘛，平台的特点之一是细腻，立法同意需求。平台能够挖掘人物的心理活动、内心世界，通过识别当中的私白、称白、脱白、辩白，拿人物丰富复杂的情感表达出来。思想剧当中的违建是很好的例子。而在王实甫的原著当中，只有短短几行字，平台能够将你变成功一回事。而且是这样的实情实理、生动有趣，拿隐隐闪闪的金句、碎石，既想得加深一位，还也表示相国千金的身份，进退两难、无可奈何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正是因为这种细腻还有独特的表现，杨振宁的思想被称为杨思想。可怕！就像孙子，那你PK啊，大林港的可怕！哎呀，谁呀对子？对，哎呀，是的那母人哇，红的被这个滚哇，叫滚蛋哇，不过分发得着哇，谁叫你看在？哎呀，停止！对。我又好得了，方才有种想法，还有个小伙嘛，小滚蛋两人，你哪想得出？才女啊，晓得出这种事噶？那么一个啥个对啦？是等待个待。口气大，再口。待月哈。待遇，哎呀，待遇，大发让摸人喽！哦，一个是口啊，是待遇味道啊，老实的再是一个是口啊，都让人养个种口水。上天的口子呀，中国人还别讲。待遇，C。想待月想呀！你看那小家母，你摸得这样要吃个呢？什么思想人个的？哦，是那么，因为用俺来去够礼拜。假使到时你别让我不肯进来这个摸到太阳下去月亮出来，所以待月来耍个思想了的。PK 啊！哎呀，一个是口是都有味的，再翻出来，那有些一个是口，年风后不看。这口是他吃心脏病来的，人不正常了还。谁管你非这个，你懒的。那你不先想一个是口子，砰啪，福建花音东你日月山，哎呀，停止！你说这一个子，上面是分钟10天，你学习啊，一共20个字，口头19个。
为啥什么一个？哦，是阿弥陀佛，不说得口子，不说得口呢？也香，也酱，也菜。待月手向下，人风好不开，不像花影动。你是若真马斌子卖怂了，孩子。这就像是活吃了老师一样，你不要难过啊！你不觉得对我来啊？来。这是不来呢？一定来！我不相信，不信试看，试看，不信试看，试看。待月是想想，人风好不开，不天花运动，你是有人，哈哈，来了！看到是盘出去了，也成不落里成的了。再看几个掌声了，西方的哈哒像白沫子个啊！要不和老发火之声，要真努力呀！哎，小哥，小哥，结果我家小姐骂你什么？呸！你上了小姐的当了什么呢？这算是骂呀？不是骂是什么？是一首诗呀！一首诗啊！哎呀，遇到失败于行，国家行诗吧。你把诗中之意记上我听来哈，我记于你听来，告诉给我听。待月心想，啥意思？就是你家小姐呀，若想神神经之日，欲让谁想？要为个荣光。第二句，人风红不开，这句啥意思？就是你家小姐，死起了闭门。现在刚带的第三句，不像花名头，啥意思？就是宁小生在分享边这么绿江沟去。第四句，女子若人来，这句啥大事？就是小生来了，那么现在上当，但人相向。你为什么要屏风红不开？小姐你还我不像花影动，你为什么要捉弄一日若真来上身的应该讲是杨振勇先生的成名作，你的一生为上身的可谓呕心沥血，是上身的这部诗授予了杨振勇和杨炮女人，还是杨振勇先生拿上身的这部诗当然成了平台艺术的精品，可以讲平台家不第二个人能够让杨振勇先生这个老台郎享有如此的帝王之气，你一句水一代头才显得如此的高雅。可惜的是杨振勇先生的上身的留下资历并不多。那纪念杨振勇舞台生涯60周年的演出辰光，李达引以之来时说是一位罪人，使人大不而佛。这李贵你受罪呀，是李白最贤与勇敢，是贤与高妃子。是不平。
知心人，特不实现用。现实磕头在风，身居玉笔画，红玉家具用，见心。去妙风中。为了使上身的文字本能够早日出版，杨振勇先生实意挤压防务工作，致使最老神节难以去发作，三军枪决但留下了半生不在的后遗症。但是为了保持杨振勇先生的舞台生涯60周年首场演出，你一定要上台作舞，并与尹一之、张宏志两位老师合设了一位西国正冲。虽然你风烛3年，而且平安之躯，虽不能谈生意，但依然声音嘹亮，中气十足，观众互不为之动容，报以热烈的掌声。所以今朝的节目的最后，就请大家欣赏这头杨振勇先生的说唱《西国正冲》。啊，妃子，真是妃子许久不见了。靓仔，靓仔，哎呀，靓仔不见呀，妃子睡了3分了啊！凄凉岁月，人间靓仔，要真不要谢谢哟。哇哈，是要是回来了哦。妃子睡3岁，no，睡得比过去更着轻睡了啊！这怕是肥的哈，长个哈娘，各有各的好处呀。对你宽不爱理。哎呀，非自然。陛下，臣立小别从容，你跟着门。怎么生啊生，可吃泪目。谁？莫当寡人心疼。哦，为了你，早不定力不安。这相思之味口不开。虽然两者不见，哎呀，你给得我好口啊！朝思暮想，生死黄昏。哎呀，伤够了相思之味，想得寡人好苦啊！骗我，你来骗我！骗你何来？既非骗我，何不杀我？哎呀，妃子来！只非若让日一非迷。
为何不上？陆小军动我，此是非。分得身发誓真雕。红旗，红旗，随风飘扬在瓦棚边。深深正把红旗开。